好，我们今天要为你来深入看看这份资料哦，是关于台湾司法界的两位可以说是重量级的人物，赖浩敏先生跟范光群先生。他们不只是台大法律系的同学，一起开了万国法律事务所，而且还娶了一对姐妹，变成连金，这个缘分真的很深。没错，非常特别的连结。那这份资料是来自客新闻何来美先生的专栏文章，记录了这两位同为客家精英的精彩的人生。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他们有点复杂但又互相交织的生命轨迹，从个人背景、学术成就到公共服务，看看他们是怎么在不同领域留下重要印记的。好，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好，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前辈他们都是在1939年出生的，就是日治时期的收化14年。同一年哦。对，同一年。不过背景有点不同。赖先生是苗栗头屋人，父亲比较早过世，是母亲辛苦把他带大的。比较辛苦。是。那范先生呢？他是新竹关西的望族。他的父亲范朝登先生，地方上都说他10子登科，就是10个子女在各领域都很有成就。范光群先生是排行老9。哇，10子登科，对，这很不简单。所以一个出身相对清寒，一个是望族之后。对，但共通点是都来自很重视教育的家庭。然后他们在1957年一起考进了台大法律系，还跟几个同学组了一个叫七贤的读书会，互相鼓励切磋学问。七贤读书会听起来很有意思。是啊，这段同窗情谊，再加上后来因为娶了姐妹变成亲戚，这个关系可以说是贯穿了他们俩的人生主轴了。真的，从校园时代这个缘分就开始了。那赖先生听说他是第1名毕业。对，第1名。他毕业后短暂当过助教，但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很快就转去当律师赚钱了。现实考量。那范先生呢？范先生他选择考师法官，走上法官这条路，所以一开始的路就不太一样，起点不同。那他们的姻缘也很妙。赖先生娶了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学妹古登美女士，对。然后范先生是在赖先生的婚礼上，没错，就在那个婚礼上看到伴娘，也就是古登美女士的妹妹古洁美女士，当时还在念台大社会系。一见钟情吗？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啦。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记住他，他还不知道哦。后来就真的促成了这段姻缘。哇，真的是很有戏剧性。那事业上呢？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万国事务所，这个很重要吧？非常关键。在1974年，他们2位还有七贤里的黄伯夫，再加上学弟陈传岳、蔡清杰几个人一起创办了万国法律事务所。这在当时算是很前面的做法吧？我印象中那时候的律师好像比较多是个人职业。对呀，没错。所以万国的成立，不只是说规模变大而已，更重要的是它引进了那种部门分工、企业化经营的模式。像 law firm 那样。是，这就大大改变了台湾的法律服务生态。也因为这样，才能够处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商务案子。所以万国跟理律算是那个时代的2大指标，可以这么说，并驾齐驱。而且他们也不只是处理商业案件，也很积极的参与社会公益，还有司法改革。有社会关怀。对啊，顺便提一下，现在的国防部长辜立雄先生他以前也是万国的律师哦。原来如此。那后来2位都从律师界转到公职了。是，学而优则仕嘛。赖先生大家好像都叫他公道伯。对，因为他形象很公正持平。他历任了中选会的委员、主委，然后特别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知道是那个何志辉案，法官收贿那个。对，那个案子重创司法形象。当时马英九总统就请赖先生出任司法院长，希望他能稳定局面，改革司法。临危受命的感觉。是的，而且他是继刘阔才先生之后，苗栗出生的第2位五院院长，这在地方上也是件大事。那范光群先生呢？他的公职路径好像也很丰富，也很精彩。
他在陈水扁先生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受邀担任第一任的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从地方开始。对，然后后来中央成立客委会，他就成为了第一任的主委。这个我知道，台湾首任客委会主委，而且听说他当时的秘书，就是古秀妃女士，也就是现在的客委会主委。这也是一种传承啦，真的很有意思。然后范先生后来还接了台湾省主席，虽然当时省已经要虚级化了，但还是个重要的职位，也代理过花莲县长。哇，经历很多元。最后又回到司法体系，担任司法院的秘书长，任内也推动了不少改革，像是法庭的公开化、透明化、法庭录音录影这些。这样一路看下来，这两位的经历实在是很惊人。对，同样是客家精英，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从同学变联经，然后又是一起开事务所的合伙人，最后都做到国家的重要职务。而且他们的太太也都非常杰出。古登美律师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也当过监察委员。也是公职。对，然后古洁美女士就是范先生的太太，长期投入社会服务工作。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精英的人脉网络，更像是一个互相支持，然后在不同领域都发光发热的家族。所以从赖浩敏先生跟范光群先生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奋斗，当然还有时代的机遇，以及教育和人脉网络这些因素是怎么互相影响，最后形塑出这两位可以说是典范人物。他们从同窗到联经，再从合伙人到政坛高位，这整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啊。没错，这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整个发展的历程里面，像赖先生和范先生这样，他们同时拥有很深厚的法律专业背景，又有很紧密的人际连结，像是同学、同乡、姻亲这种关系，然后又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这样的一群精英，他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对，他们的故事对于我们去理解，这种社会精英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影响力又是如何运作的，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问题，我想就留给你继续去思索看看了。